主席，其實啱啱芬姐就問咗我個問題嚇，咁不過我想即係我個睇法咧，就係覺得即係香港即係作為中國嘅不分割部分啦，咁國家安全絕對係頭等大事，國安就家安。就香港其中一個獨特嘅地方就當然係即係人流啊、資訊流啊咁講，咁就好多互聯網有關嘅網絡公司，即係多年來即係有陣時都會關心即係喺亞洲唔同嘅經濟體，譬如新加坡啊、香港啊咁即係佢營運嗰個合規成本係點呢？咁樣。咁新加坡喺2019年當然有佢哋嘅所謂嘅防止網絡假資訊同埋網絡嘅操控嘅法啦，咁有啲人俗稱就係假新聞法啦。咁我見到佢哋嗰邊嘅刑罰呢，就好似即係比香港高好多，即係根據呢個43條嘅實施細則嘅優化之後啦，都唔夠佢哋罰得重嚇。咁呢方面即係有冇諗過？因為佢哋係講緊話嗱，我頭先睇到新加坡，如果有啲網絡公司唔將一啲指定即係標誌咗要攞走嘅一啲信息咧，佢其實可能最高咧係罰100萬星幣，坐監5年。香港咧頭先好似睇到係10萬，就監禁1年，咁就即係都有個距離啦。咁係咪即係特登嗰個設計係想釋放個信息，其實都好支持，即係唔想將個合規成本或者有啲冇必要嘅憂慮咧，局長或者司長。咁我諗咧係